本地是要求公道所颠倒黄性骚扰，有某一个化名叫做 H 小姐，因为去互偷翕，顶个过去台北的翠山派出所报案，尾仔煞互人警察问进度，对方煞要求爱加伊的赖甲联络，佮指控讲这51岁警察，传伊家己赤身裸体影片涉嫌性骚扰。私营分局表示，已经甲这警察记过调职甲上班，社会局嘛讲会加重来裁罚。 那基于他办案时就是很热心，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关心受害者的人。西城区互人偷翕，被远警报案，用简讯问进度，承办远警提议加赖来联络 H 小姐指控发到来家做另外一个恶梦。他就问说：“我可以传个影片给你笑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就传了他的全裸影片给我。 提出对话记录，为爱杀主关心生活，加一好朋友3天了后，各讲分享讲耍笑的影片。H 小姐看到的却是拢无穿衫不雅影片。伊是51岁员警，伫树林分局翠山派出所服务，涉嫌翕无穿衫的相片性骚扰，辩称是将 H 小姐当作是好朋友。跟我们被害人深感抱歉，我们就予以记过。 便调我们本分局警备队来管考。为当作行为回撤的树林分局表示，9月12日翕报了后，开会认定性骚扰成立，15以散布威胁物品罪嫌移送检方侦办，20各将人记过改调警备队，不必回过接触民众。 依性骚防治法做裁罚裁罚的第一次是1到5万，那因为它是因为职务之便那依裁罚基准是可以加重1/2的裁罚。涉嫌滥用职权性骚扰，台北社会局回应，那家海关警部申诉，原本相关罚5万，因为公务员身份，依法严格加重1/4。记者综合报道。